再来看初五暗时，火烧的桃园南门市场早起自治会伫南门活动中心来开协商会议，因是要求讲外口的打商得爱拢符合安全的法规，动线嘛爱特别注意。麻烦讲市政府会当身体影响保险公司来要求赔偿，但是希望讲伫农历过年之前市场会当恢复营业。因为60几年桃园市桃园区公有南门市场拄着火劫。大火的所在，哪像是苏林外口大冰箱后壁的电线小道所造成，连公有市场嘛去烧着。南门市场自治会伫初7早起踮南门活动中心召开市场灾后紧急协商自救会，讨论后续要处理的代志。像我的义务200多万呢，我们要求的就是规费、财损、摊损，还有让我们尽速的营业。电的问题啊，牵了20-30尺。然后它是外面接过来的，那有没有符合那个规定？自治会提几啊张消火钻和雅士桶10寸米主动的相片，表示讲这根本就是无定时的走动。除了要求外围的反啊摆摊爱照安全法规，卡路爱通顺以外，阁要求市政府爱代为救偿，嘛希望上班旧历过年进前会当恢复营业。已经烧毁的摊商的部分，必须要把这个受损的建物在保险都确定之后，那我们希望要把它拆除，会用一些临时的方法，让摊商能够尽快的来做复原的营业。针对灾后复原，经发局讲，无烧掉的单位目标是1礼拜内复业，另外烧掉的单位预计旧历过年前会当复业。除了缩短火场监视的时间，嘛即时针对建筑物的安全做体检。同时阵处理用电的问题，甲所有的作业时间缩较上短，互每一摊拢会当赶紧恢复营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